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歌人除了菜头以外，也还有一味真特别的，就是乌鱼。乌鱼一顿敢若食一摆，冬节时阵上济。台湾掠乌鱼至少有300吨的历史。古早人食乌鱼子，甲即马是完全相同的。掠鱼的所在也有乌鱼文化，因为乌鱼足特别的。今日我来讲乌鱼甲乌鱼子。荷兰人来台湾的时，就足重视乌鱼啊，因为靠乌鱼会当捡袂少税。伫因留落来记载内底，就有写讲1624年发现有100只大民国的渔船啊，来台湾的南部掠乌鱼。荷兰人因来到台湾了，就先要求遐要掠乌鱼的人，拢爱先去到台湾去纳押金，摕一张证照。才会当搁去打到遥港下淡水迄个所在，就是今日的高雄加店仔遐掠乌鱼。掠倒来了，就爱搁照因掠到的量纳1/10的鱼仔税，这就是古早有的11税。后来掠乌鱼这个产业是愈做愈大，荷兰人怎改用白社迄个方式，就是白鱼港，无论掠偌济。只要若有要出海掠乌鱼，就爱纳固定的税金。荷兰人毋若扣税，因嘛会替遐纳税人做一寡代志。为着要互因继续有税通扣，伊就爱保护即阵掠鱼的人，伫台湾沿海咧掠鱼的时阵，袂去互海顶的强盗抢劫去。这个乌鱼毋若是青，就运去到大民国卖。也嘛有伫台湾加工过的乌鱼子，生好的乌鱼，也是咸的乌鱼，拢会出口。后来郑成功来了，伊嘛学荷兰人继续扣乌鱼税，一直到大清时代，掠乌鱼变做是一款职业。渔船啊，渔民因若要出海掠鱼，就爱有插旗啊的渔船啊，才会当去掠乌鱼。我感觉足特别的是100吨前的人咧食乌鱼子的时阵，就甲即马的食法相同啊。伫1920年出版的《台湾通史》内底写了足详细，乌鱼的汤先用盐生过，拍干，佮用石头底互叮叮。要食的时阵，温酒用火来烘一时啊，佮袂当烘了伤臭焦。切薄片就是台南足好食的料理啊。比台湾通史搁较早，是大民国的时阵，李时珍伊就写《本草纲目》内底讲到乌鱼甲乌鱼子。我到呾即马嘛是用同款的方法咧烘乌鱼子，足简单的，就是小可用米酒浸过，放落烘炉烘一时啊，就会使食。大家即马爱食乌鱼子的时阵，会使想讲，甲100吨前的人咧食乌鱼子的方法是相共的。日本人嘛为17世纪的时阵，就有咧食乌鱼子，因讲是卡拉苏米。乌鱼子的形就做成人的写毛笔字迄块目盘，所以因甲叫做卡拉，东条的东，苏米就是目的意思。为东条传去到日本的目盘，日本人来台湾，就发现台湾的乌鱼子比日本咧食的搁较大块，鱼卵嘛较软。所以迄时咧教水产教育的职业学校，因就会为日本请先生来台湾教大家安怎做日本式的乌鱼子，佮做柴鱼。迄当阵的水产教育，除了教海产加工，佮会教安怎掠鱼、饲鱼、饲虾、饲海产这个技术。水产教育学校的学生啊，因嘛会去工厂实习，学校佮会甲学生啊家己做的乌鱼子、鱼丸。鱼脯啊，摕来办展览，摕来卖。迄时日本人就伫高雄甲鹿港这两个所在起2间工厂，咧做乌鱼子，专门外销的。毋过做到即马，当然台湾的乌鱼子已经袂输日本啊。对台湾人来讲，
乌鱼子毋是一直价数拢是遮尔悬的。过去做乌鱼子的所在，也阁有囡仔会甲乌鱼子当做死手仔来食。有一个讲法是讲，因为日本人足爱台湾的乌鱼子，所以价数才会愈来愈悬。更较重要的是，乌鱼子的产量是愈来愈少，愈来愈稀罕，才会愈来愈高级。日本人爱食乌鱼子，甲因爱食明太子有要相共的意思。虽讲明太子甲乌鱼子是无共鱼仔的鱼卵，毋过鱼卵伫日本代表济子孙，所以因若咧庆祝也是结婚的时阵，拢着食。乌鱼伫海面是一阵一阵，逐冬拢会收过来，所以嘛号做信鱼，就是有收信用的鱼仔。因逐冬寒人的时，会为日本、中国、为北平遐往南对海水，经过台湾海峡、乌水沟遮来遮米寒，刷落来搁伫台湾的南部生卵。所以老一辈拢会讲，乌鱼是会去拜灯塔的鱼仔，因先去东北的富贵角，才来到中华的王境，上尾去鹅銮鼻灯塔。乌鱼往南经过乌水沟的时阵，母的鱼仔卵也未生出来，腹肚有鱼卵，号做正头乌。这个正头乌若无去互掠去，就会继续往南游。到巴士海峡的时阵，伊用伊的腹肚大力去弄海岸的石头，互伊的鱼卵会当压出来。鱼卵出来了，才搁收转来台湾海峡。迄当阵就号做回头乌。正头乌甲回头乌的价数是差真济，因为正头乌内底有鱼卵，鱼仔嘛较肥，价数就较好。卵生了的乌鱼就变较瘦，价数就歹啊。战后掠乌鱼是为台中到高雄沿海拢总有，毋过基顶附近的嘉庭、兴达港，遐掠到的乌鱼一直拢是上济。所以人讲兴达港是正港的乌鱼大港，嘛讲嘉庭是乌鱼子的故乡。后来掠鱼的技术是愈来愈好，渔船甲设备愈来愈进步，也阁有无线电的机若有船伫海顶看到鱼的时阵，就会叫别只船做伙来掠，所以掠到的量是愈来愈济。伫1986年的时，一冬会当掠200万尾。嘉庭的乌鱼子工厂迄时有50-60间。我嘛看册才知影讲，因为乌鱼的特性，所以掠乌鱼对掠鱼的人来讲是一个足特别的训练。甚至有人讲过讲，古早移民来台湾的人是对掠乌鱼来的。无论是真假假，乌鱼叫做乌金，是真正掠到就赚足侪钱。毋过要掠乌鱼嘛足危险的。乌鱼是逐冬同齐进前2礼拜上济，毋过寒人的东北风足强的，海涌嘛足大。掠乌鱼甲平常时的掠鱼也无相共。平常时掠鱼是掠鱼的人甲渔船家己出去掠，乌鱼是会规定做伙来，所以要掠乌鱼，就爱足侪台渔船做伙合作，才掠会到，才掠会济。乌鱼要来的时阵，渔船伫海顶是无暝无日咧找看乌鱼伫倒位。海岸海边的草寮伫乌鱼贵的时，有足侪人会伫遐。这海边的草寮，伫高雄有人甲号做铃仔寮，伫云林嘛有叫乌床寮，应该别个所在嘛有别款名。迄就是去伫海边的草寮平常时是放掠鱼的器具。伫高雄会号做铃仔寮，就是因掠鱼的物件叫做铃仔。乌鱼来的时阵，规个庄头就像要准备去烧战共款。掠鱼的人拢伫海边咧蒸网咧听候通知，随时拢会当出海去掠鱼。厝内人也阁会轮流煮饭，互伫草寮遐的人食。若有鱼的消息，规庄就拢会知影，因为若有掠到乌鱼，因赚到的钱就会比规年当赚的阁较济。乌鱼是规定做伙来，若有去过海族馆，
应该有看过讲有规定鱼仔会做伙洗玲珑，下骹的鱼仔会甲顶面的鱼仔塞位顶头去，遮的鱼仔洗玲珑佫会摆做像条啊迄种形。乌鱼就是像安尼，若有来是会做一摆，就会掠着足侪。毋过鱼仔是规定的，所以足有力。网仔若无注意，就会互伊弄破去，就掠无啊。抑佫有，就是若做一摆，拢总走入去网仔内底伤重，抑佫会沉落海底，安尼嘛无。所以自古早掠乌鱼，就爱足侪只船仔做伙掠，因为寒人是透东北风，会拄着大影，所以要掠乌鱼足危险的。毋过渔船的船长就袂当惊才掠有鱼啊。所以有人讲掠鱼的人，就爱掠过乌鱼才算有出师。因为乌鱼是真重要的收入，所以掠鱼的所在有一寡用词甲讲法无啥相共。因会讲整网，袂讲补网，而且伫整网了，因佫会拣一工去合网。有诶，抑佫会甲鱼网仔摕去庙顶过火，而且渔民因嘛袂讲鱼线、鱼网仔线，因会讲西，碰西的西。鱼西，因为线就代表鱼仔的线去。食饭的时阵，因嘛袂讲底饭，会讲天饭，因为乌鱼沉底就掠无啊。嘛有人食鱼的时阵是袂使甲鱼仔并并，因为并就像并船相共，所以鱼仔是无咧并并的。台湾逐冬拢掠真侪乌鱼，加上海水的温度是愈来愈悬。野生的乌鱼已经变真少啊！即马台湾饲乌鱼颠倒变较重要。过去买的乌鱼较有价值，因为有人会当做乌鱼子。即几冬餐厅内底愈来愈侪人咧食港的乌鱼的乌鱼标，即个价数嘛袂歹。目前台湾市面上买会到的乌鱼子，有的是掠的、野生的，也嘛有饲的。抑佫会当买到的是为巴西、美国进口的乌鱼子。当然去掠的野生的乌鱼子品质上好，价数嘛上悬。毋过迄产量无固定，进口的乌鱼子较细块，色嘛较乌，因为国外加工技术无台湾遮好，佫是冷冻运来到台湾，所以价数就较歹啊。即马饲乌鱼是愈来愈侪，乌鱼子的加工技术嘛愈来愈好。未来饲的应该是会上侪。乌鱼子是着先洗过，爱放火，搁来绑迄条线了落生盐，搁来底冻，互伊有迄个形出来了，去晒互干。若是古早用日头晒，是一工就爱冰4摆，也是6摆。暗时啊，才搁刷入去室内，用电风吹，也是放伫冷冻室互干。第二工才搁搬出去外口晒，安尼连续一礼拜。一般乌鱼子的色无啥相共，色若愈深，就代表伊的火放无清去。若有放火，伊的色就会变较黄，较袂臭臭。乌鱼的卵摕了，剩迄个鱼仔，或者乌鱼壳。人讲咸水乌赢过鸡肉箍，嘛有人讲9月乌较好食猪骹箍。乌鱼是寒人的时阵才有，无啥有饲，伊肉幼，佫会甜，所以我是足爱食煮豆油的。也嘛有真侪人会先用麻油煎过，才落煮汤。我今日先讲到这，你若是对这个节目的内容有任何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来面册甲我讲。嘛请会记得订阅电子报，甲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。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介内底有ECP 的连结。足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现在妈妈，大家再会。